乡亲，新年快乐！欢迎收看今仔日元旦的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昨真侪所在拢掠到居家检疫者，也是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无守规矩，偷走去参加活动。今日开始，内地开放进口，总统蔡英文爱民众体谅。前总统马英九是口说讲，内地是民进党送给台湾的新年礼物。高雄寿山东门内底一个欧巴桑，甲胖摕出来食，互20多只高山啊饲我来抢，甲伊倒手，甲老伙老弟。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咱国内新增加3例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2例是印尼来渔港无镜头，另外1个是对美国返来的台湾人，伫居家检疫期间互验出病毒。另外，上海伫前2天有公布讲有验出1个对咱台湾去的确定病例。经过调查，伊是咱的第552例，伊伫11月底已经出院，不过即马亲像阁有微量的病毒互验出来，不过未讲话。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一公布新增加3个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其中暗号801、802，这2个人拢是印尼籍20多岁男性的渔工，去年12月17来台湾做工课，就回联机进前拢有赴3天来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伫集中检疫所拢无症状，12月30检疫期满进前，佮采检了后才确诊。因为检疫期间无甲别人接触，所以无可能接触者。另外，第803例是台湾籍20多岁男性，长期住伫美国，去年12月26回国，入境了后伫因兜居家检疫，29开始发烧，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确诊。他因为没有在居家检疫期间有接触其他的病患，不需要匡列接触者。近日传出一个为台湾去到上海新冠肺炎的病例，指挥中心调查发现讲，都是10月底捌确诊的个案，暗号第552。这个个案是台湾籍30多岁男性，2019年12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去年10月中开始扫，家己食药了后症状有改善，12月25返来台湾，伫机场采检是阴性，12月26出现扫等等的症状。集中检疫所安排去予医生看了后确诊，不过这个个案伫去年11月19治疗了后，有达到2届采检阴性的标准了后出院。顶一日去上海，12月30经过上海卫生单位检验了后，佫1届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反考的个案病毒是弱阳性，并无传染力，所以应该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复阳的个案，病毒排出的这个可能长达可以到80多天甚至100多天的这个期间呢，阴阴阳阳反复在进，这个想大家都看过很多哈。因为台湾已经有2例英国变种病毒的个案，指挥中心公布，为12月13饭点开始，为英国入境，也有过去14天有英国旅游史的人，拢要去集中检疫所检疫，差不多有200个人。符合这个条件检疫期满的有124个人，阴性的呢是106人，采检完但是还在检验中的有5人，已采检的111人哈。下年暗会期间，全台湾各地拢发现有当地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出现，不过拢去有天网掌着，人数超过30个。目前地方政府已经依法来裁罚。指挥中心表示，天网是一种电子围篱的概念，不是高考手机啊尔。若较有路的部分，伊是无愿意加讲。呼吁隔离甲检疫的民众，唔通无咧信道来违法。嘛强调讲，过来申请休困会有大量的人阵，可能会阁启动天网，以免阁有当地自主健康管理的人乌白拍走。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侪所在下年活动是改伫线顶播送，有开放民众去参加的现场的并无多。结果伫国际头一寡所在，就像头仔新闻讲的，拢有掠到违规的人，包括台北、桃园、台南、高雄，拢有掠到居家检疫者，也是咧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违规逃走出去。台北市就掠到30多个，无守规矩，即马拢爱罚款。受疫情影响，真侪跨年活动该线顶直播，暗过照常办规定，也是有真侪人。想要到台北跨年晚会甲桃园5月天演唱会，拢传出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走来参加，被中央第一摆启用天网系统吹出来。最近1.3公里的范围内的相关的事情都会发简讯给我们，在半小时内离开的，我们就没有再去follow它，大概有100多位，目前没有重大违规。台北市府以简讯甲电话确认，这30多人承受入去晚会欠命者管制范围个抗议。5月天伫桃园跨年演唱会，也有5位来自台北、台中甲桃园的歌迷，自主健康管理期间走来看演唱会，引起歌迷惊吓。桃园市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1甲15万。那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事前就特别提醒，那么自主健康管理的这个民众，
仍然不得参加大型的群聚活动。不只有健康自主管理的人逃走，台南阁传出掠到3个居家检疫的人外出，其中2个是台南本地人，第3个是为高雄走到台南来。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一早起表示爱党法。去唱 KTV 的处罚20万，去搭大众运输系统的处罚30万，真的不明了他们为什么在居家检疫的时间还这样子趴走，造成防疫的可能的破口。台南警方这单位分别伫市内 KTV 新店掠到3个逃走的人，本地2个已经处罚过疫调接触者，为高雄来时交予高雄市来处理。房东请他可能要另觅居家检疫的地点，因此他就想回到户籍地台南市，离开居检地点没有事先告知，大概有4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违反这样的规定，处以新台币20万的罚款。3人目前拢被送去集中检疫所，出国期间接触人也全力自主健康管理。都是防疫期间，中央甲各县市政府也阁呼吁民众爱遵守防疫规定，才袂害别人，阁害到家己。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新年寒流嘛来陪咱过年，真正有影寒。宜兰的太平山伫早起7点45分落雪啊，虽望落无半点钟，也毋过一定互住伫遐的民众痛甲。气象局是表示讲，这波寒流已经咧减弱，也毋过也是有发布低温特报。啊，若后礼拜阁有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入南，又阁会变寒。报道边的树仔伫落雪了后，一片白色色，美丽景色就亲像伫个红仔世界内底。宜兰太平山元旦落白雪，互单程过民众有了个特志。最偏远的一个据点就是台湾三毛榉步道的终点，在早上7点45开始下起了一场将近30分钟的雪。其实整个太平山游乐区就是说平均的温度都在0度到-3度之间，那其实有一点点慢慢在回温的趋势。还是很漂亮啊。对啊，有白色的就很漂亮。有民众透早就伫太平山等日头出来，金黄色的光线慢慢会昏残当中透出来，啊，不过因为昏残伤过高，无法度看到日出的美景。伫中部未少人都冲去合欢山要看雪，好路是大塞车，因为落雪条件无够，只出现冰柱的景象，啊，不过也真水，因为寒流慢慢减弱，气温回升，美景也一时都无看。寒流是会持续的减弱，那一直到4号来讲都是一个减弱的过程，所以温度上来讲，一天是会比一天还要再回升的一个趋势。那甚至我们在3号、4号的时候，整个高温上的一个温度上来讲，都是会更为回升的比较明显。天气温慢慢升悬，暗过日夜温差依然真大。气象局也预告，7月有一波水汽较济冷空气入南，7月了后冷空气强度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会更加湿冷，大家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元旦假期休3天，高速公路拢不遮好行，只有一寡路段有咧塞车。国道5号入南嘛袂歹行，下晡2点了后，车流量拢已经透解。雪山崩坑的车流量嘛比去年同期减4%。啊，那国道3号中了崩坑有塞车，而且塞7公里长，原因是因为出车祸。元旦假期第一天，国道路况大部分真好。高公局表示，比原本有股车流出现时间较慢。国一路南中立路段河口服务区到新竹，国3路南3英角的永谷出现塞车。国5路南中道过后摇车条，下晡2点过后较疏解。有股初一专节交通量上看115百万车公里。下午的部分会有变成减少趋势。至于是不是我们实施的管制措施的成效外，这次还有疫情以及气候的影响下，我们还需要多的分析。高公局表示，公务因为旧顶啊甲白拿路南封路，12月31尾仔甲初一透早12点过後，就陸續疏解。到初一下晡3點，雪山崩坑車通過差不多是2.8萬車次，比去年同期減少4%。宜蘭縣蘇澳警分局初一透早就加派警力伫蘇花街蘇澳段附近路口疏導交通，中道是車較濟，不過下晡3點過後是真順利。花蓮蘇花街透早出現路南車流。這擺年假有真濟遊客提早路南跨年，12月31蘇花街路南車流量比過去平常時濟，提早消化車流，元旦路況真順。那預估今天預計將近有1萬輛到12000輛的南下車潮。
公路中头过后，路南高雄站管制结束，出现一波车潮。下晡2点过后，车流量已经疏解。另外，北返的车潮按算时伫个市中道出现，搁继续到暗时，鼓励用路人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府的元旦升旗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并无开放民众参加，改伫线顶直播。总统蔡英文早起冇发表新年的讲话，伊感谢国人伫过去一冬做伙防疫。针对开放内地进口，总统是毋望民众会当体谅。另外，总统嘛讲，等疫情收煞，希望两岸会当恢复交流。副总统，立正。总统府头前所举办的110年元旦升旗典礼，今年受疫情的影响，第一摆取消民众管理，改做网络直播。总统蔡英文暗棍为青色的围巾，首夜国旗入场，也台北市长郭文德也有出席，不过甲总统无互动。升旗典礼以2021台湾有力做主题，由国军基层代表提头唱国歌，随后由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发表新年谈话，感谢国人同齐为防疫打拼，让大家伫过去一冬会当正常生活。也面对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所引发的纷纷扰扰，蔡总统表示会用上谦卑的心情，请国人体谅。这个历经3任政府的难题，已经没有回避不处理的空间。因此，我要用最谦卑的心情，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再三斟酌后的决定。针对在野党大力抗议美国猪肉进口 ，AIT 并且搁再强调美国的食品安全并无挂虑，嘛呼吁唔通因为政治的利益互相插嘴。另外，过去一冬，中国解放军不时搅扰咱台湾，蔡总统表示，这大大冲击两岸的关系。搁再强调，中国只要有心要化解对立，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我要再次重申，面对两岸关系，我们不会冒进，也会坚守原则。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蔡总统表达善意，表示等到疫情控制好势时，期待两岸人民会当道道恢复正常的交流，增加理解，减少误解，也强调处理两岸的事务不变的原则，就是共同讨论，找出方法，实际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中央今仔日的元旦升旗典礼，受展现出大团结的气势。前总统马英九嘛批评讲，内底就是民进党送予人民新年的礼物。针对行政院是宣布讲，地方政府禁内底的自治条例是违反宪法的。党主席江启臣嘛支持地方政府去申请大法官解释。2021年1月7日，国民党展现团结的气势，包括党主席江启臣、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吴敦义，甲前党主席朱立伦等等，拢去党中央参加升旗典礼，而且挂有印国旗的喙暗唱国歌。致辞的时阵，嘛拢咧批评民进党政府。也那马英九阁讲，有300种的美国猪肉是民进党送予人民新年的礼物。在蔡总统一人独裁、民进党一党专政之下，台湾人民收到的新年大礼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台湾的猪都不准吃莱剂，可是台湾的人却被迫会吃到莱猪。难道蔡总统认为台湾人不如猪吗？针对行政院替300种的猪肉护航，宣布各县市地方政府抵制的措施是违宪。马英九讲，这个议题真有讨论的空间。嘛讲，若是地方自治甲中央完全一模一样，安尼自治是要创啥？另外，江启臣是批评民进党是相当标准的党，在民进党执政之下无民主，敢若有民进党做主，呼吁地方政府爱申请释宪，嘛希望行政院唔通甲地方政府看作是敌人。行政院是变本加厉啊，手伸进国会就算了，现在直接要拦阻我们地方议会，完全漠视民意，不顾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子的政委讲这样的话，真的令人
感到不止失望，而是愤怒。民进党中央用这么二把的方式，其实有近乎违宪的一个可能。我相信每一个地方政府绝对有权利提出释宪。我也相信，这些大法官不会变成民进党的大法官。现任的大法官内底有11个是蔡英文任内提名的，占总人数2/3。江启臣讲，对未来实现的结果，大家一定会烦恼。嘛，质疑大法官的公正性也有独立性。也那朱立伦是希望大法官唔通让民进党的行政院变做民进党的司法院。2021的头一天，国民党甲300种猪肉的议题架条条，想要拼是按公道来反制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开始，有300种的内猪会当开放进口。6都当中，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的市长拢有去稽查。针对行政院昨昏宣布讲，地方禁内猪的自治条例是违反宪法无效的。郭文铁是批评民进党未输皇帝，那侯友宜是讲也支持市议会提出大法官解说。含内这美猪初一开放进口，台北市依食安自治条例辅导连锁超商超市大卖场，这无含莱克多巴胺专区。元旦一早，台北市长郭文铁就去卖场买台湾猪肉。中央政府相当蛮横不讲理哦，就这样强行通过一些法令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尽我们的能力去保持人民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北市府指出，目前通路上无设专区未发，不过表示无实在相关研发4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棒球车站视察，无来美食示范专区，店家爱表示猪肉原产地无含来这只资讯。统一把来猪或不来猪标示清楚，像我们今天的业者，按照我们的食安原有的自治条例，把它标示出来，这是我地方政府该尽的责任。不过，行政院前一天宣布，部分县市自治条例中的内这零检测条文违宪，加中央法规违背。国民党批评执政党亲像太上皇。侯友宜表示支持新北市议会提出撤宪。台中市长罗秀贤讲，台中市未放水。这是市民所希望的一个守护食安的条例。那过去3年执行的绩效很好，那么也因此呢，中央要放水，我们不会放水。新竹市是目前全国唯一无定内这零检测相关法规的县市。市长林志坚到传统市场视察摊商是不是做到产地标示。消费者也可以在现场透过 QR code 来了解这个肉品的这个原产地。公务员这篇违宪的自治条例，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也表示，公务员会上听届行政院秘书长以民间回应。罗秉成是希望地方政府唔通为难公务员，行政院未主动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内猪伫今日开放进口，农委会会知影嘛有去稽查，去查申请打内猪台湾猪标章的店头，敢真正有影？会分3阶段进行，讲按算要查7000多间。那头一天，传统市场卖食的大头啊，拢有大标章，也毋过这标章真侪款，业者嘛讲因无啥啥。2021年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头一天，农委会就派人去稽查有挂台湾猪标章的店头，敢受染着进口猪肉的情形。目前全台湾申请台湾猪标章的店头有1万多间，目前已经核发7000多间。农委会计划分3阶段来清查，也若台中的黄昏市场内底单位的业者已经挂台中市政府发的标章，针对中央甲地方无共调，民众是感觉乱糟糟。大家都会疑问啊，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以后都不要吃猪肉，有点乱。我们自己大家都有点乱。卖猪肉的单位摆3、4种的标章，业者表示，其实伊嘛无啥会清楚到底差伫倒位，干那希望这的标章会当让消费者安心。这个都是肉品市场发给我们的。那你自己搞得清楚这3个标章的差别在哪里？反正就是台湾猪嘛。消费者讲，因为300种猪肉的政策实在乱糟糟，若要买的时阵，要是会经信任的单位来买。只要有猪肉的摊商就发给他那个标章，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就是这么安全就不清楚。猪的那个就少吃，那自己煮的话就到传统市场买温体猪这样子。民众表示，进口美国猪肉了后，为着食安，这阵也会较少去外口食，家己煮较安心。也若卖猪肉甲卖相关产品的业者，是希望中央甲地方会当合作，替食安来把关，唔通互百姓三无长唔知要安怎。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的茶山、寿山四界拢有高山啊，嘛会讲抢食的。即马传出伫寿山动园内底有一个60岁欧巴桑，提胖要出来食早顿，互20外只高山啊饲我来抢，伊的倒手手紧互夹断，老血老底。即马空喙好啊，搁爱复健。工作人员摕到装有彩色单的枪，射向树林，要赶走这台湾米狗。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4间看到这狗仔，进前就传出有摒扫的人伫摒扫进前先食胖，确实互20外只狗仔甲围起来抢食伊的物件，手盘了甲毛拢掀开，今日登去治疗了也复健。那他伤到的部分大概是左手的手掌背，那这边其实是影响到他可能手指的一些活动的灵活。那他目前其实是有手术成功，那所以其实他是在复健当中。为了避免游客互狗仔抢食惊到，寿山动物园随时公布，提醒游客爱将物件收好，食物件所在有保全来巡逻，避免狗仔挖滚。本来就不可以就是喂食啊，那你食物本来就不能出现。从刚进来开始就看到一堆猴子四处乱窜，很恐怖，尽量不带食物进来。知影这狗仔真歹，游客直接拢无早食物件。李副官互狗仔抢甲真有经验的店头，店内随时拢有放着滚仔这物件，方便来吓惊这抢食的狗仔。蹲下拿石头，它就会跑，石头就让它抢，就不跟它争了。狗仔抢食造成游客甲工作人员的困扰，不过这却是狗仔真久以来互人类饲者所留下恶果。寿山动物园讲，米狗无主动的攻击性，大部分是为食物而来，提醒民众莫主动来接近，莫去人伊饲伊，保持距离，才法度和平来共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警察局传出有顶时要求基层的警察去网络举报留好话、留5星的评论，袂输咧铺尻川，引起争议。新北市的警察局是回回讲，绝对无可能叫基层安尼做。严格警察工会是认为讲，警察局爱民主，哪有无可能？伫举报拍新北市警察局，有超过100外个人来留话，而且还摕到4.2粒星真好的评价，甲6都来比。都敢若适合高雄市警察局，毋过详细看内底的评论，所发现留话数量，若伫2礼拜内雄直头增加，大部分的分数拢拍到5粒星。顶日来传出这是新北市警察局的高层，为着要美化形象，要求基层的警察爱拍5粒星的评分，来提高分数的手段。有民众是感觉真无合理。他不应该这样做，就不应该这样做嘛。他公众形象怎么样考虑，但是他们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而不是说叫一般员警再去美化他们，有点太商业作为了。对啊，我认为不太适合。针对传言，新北市警察局出来回回，强调讲警察局的长官绝对无甲基层下这种指令，讲这是假消息。另外，佫讲这是警察局人面册的铺文，带动网友去Google写评论甲留话，所以评价才会对咧称权。针对这点，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常务理事是提出质疑。在过去来讲，在警察在做那个宣导性业务的时候，其实确实会要求要有留言数或者是按赞分享数这样的做法，所以其实也不无可能在政策相关的宣导的时候，会有主管明示暗示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英国若是咧做宣传性业务的时阵，人面册分享的人数或者是市站的人数伤少，每手可能会影响到团队，甚至影响到绩效。因若即届的风波，伊是认为讲，袂当排除警察局的高层确实有直接或者是间接要求基层的警察爱拍5粒星的评分，来提升机关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2020，规年冬天咱拢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若即阵美国是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国家。资本伫下年纽约的世博广场人拢考。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活动改用线顶播送的，所以现场是冷清。若美国总统 Trump 伊是透过 Twitter 发表伫任内上压尾一摆的新年讲话。水晶球落来了后，正式告别充满阴影2020。虽然因为防疫的关系，在广场无人男做伙卫面，不过至少一个人挂嘴暗斗阵庆祝。每年拢有数百万人到纽约世博广场参加跨年活动，今年以线顶直播，除了工作人员、表演者演入场，另外以2020影响年为主题，邀请医护人员以特别嘉宾出席。回顾这几年来风风雨雨，美国总统川普提早登去白宫，透过推特发表最后一摆新年讲话，讲伊任内政绩。
Normally, developing a vaccine takes up to 10 years. Thanks to Operation Warp Speed, we developed a vaccine in just 9 months. We've already begun a nationwide vaccination program, and we're sending the vaccin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will benefit, and everybody's calling to thank me. 新闻半钟的新年讲话，对于过去指控的选举作弊拢无讲，反倒但是结束了后宣布，要延长移民甲工作签禁令到3月，讲是对抗疫情。I believe that if we do the kind of vaccines through April, May, June, July, that by the time we get to the early fall, we will have enough good herd immunity to be able to really get back to some strong semblance of normality. 美国去年做疫苗计划无达到预期的目标，扶持呼吁联邦政府提供更加侪资源，让各州能尽紧完成任务。另外，有高度传染力的变种病毒已经伫南加州、甲科罗拉多州出现，目前也无研究证实疫苗是毋是适效。纽约市长贝苏霍已经表示，希望一月结束进行100万的纽约居民拢能注着疫苗。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那欧洲的疫情嘛，拖甲真热烈。迎接自控之一，为着防疫，伫德国、法国、英国拢取消下年活动，一寡国家嘛宵禁，规定民众袂使出门去庆祝。午夜一日到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传统的钟声响起，代表新的一年来到。伫歌舞的表演中，西班牙迎来2021年。来看宴会民众乖乖挂着水暗，伫仪式结束了后，警方出动，甲人赶走。伫宴会伫办的时阵，警察车伫市区一直伫巡逻，风声加上宵禁，互看年暗暝罗马大路无看人影，无共欢无宴会，互当地人譬如敢若像转来到见习的状态。无美丽灯光表演甲宴会表演，法国当时继续实施宵禁，暗时8点到第二天早是6点，此外必须要有证明。另外也加派10万名的警力四界巡逻。往年的香榭大道真闹热，即阵是全部拢消失。C'est un peu dommage, parce que d'habitude, surtout dans ce quartier, on a l'habitude de voir de l'ambiance. Et aujourd'hui, vu qu'on n'en voit pas, c'est un peu dommage quand même. 今年的跨年，毗邻塔显得暗淡无光，为着避免民众烧酒来跨年，市区54个所在禁止卖烟火、放烟火。不过消防局有关知道有民众违规来放烟火，也造成火灾。而德国封城命令对去年圣诞节进前开始，一直到7月。伫南半球也是全球疫情第2严重的巴西是取消宴会表演，当地政府也甲海报封锁。伫疫情侵袭之下，各国跨年活动减少欢乐的气氛，以上界安静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新年头一天，中国军机就飞来台湾扰乱。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新年的讲话内底，坚持一个中国甲9二共识。那昨暗伫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年暗会，我看到咱台湾的艺人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去唱《我甲我的祖国》，伫唱歌画面内底，佫出现中国解放军做伙合唱，明显是咧统战。咱陆委会是呼吁这台湾艺人唔通安尼生。3日，中国全国政协新年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搁再讲，对台坚持9二共识甲1国2制方针。不过，伫央视发布的2021新年谈话会，习近平是真罕的，并无讲到台湾甲香港的议题。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国台办主任刘杰伊搁再讲，坚决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卖做外部势力操弄的机啊。李海协会长张志军是伫两岸关系杂志发表新年的贺词，强调两岸关系好，台湾的同胞才会好。2021年头一天，有军事媒记录到中共军机早起11点，搁再出现在咱国西南空域，关岛2500公尺。当时在西南空域周边，由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轨迹。另外，央视跨年暗会，佮看到熟悉台湾艺人面长。台湾艺人王耀庆3日穿着红莲花布的西装，以中国台湾艺人的姿态登上央视跨年暗会，加港澳歌手合唱《我甲我的祖国》。这首祖国大合唱，画面更加不时出现中共解放军小将单眉。我分担着海的忧愁，我最亲爱的。
陆委会呼吁国人不因参加中共举办的相关活动而沦为中共对台统战的样板工具，也不因支持协助中共对台进行统战宣传而伤害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廖委会呼吁民众不应该参加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活动，伤害咱国的国家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对今日开始有正肉种的美国猪肉会使进口，因为哪里执政的管区态度不同，新外款正小瓦嘅新德管区地方政府态度就完全不同款。伫国民党执政的新德县，讲要针对地方政府禁止内地的自治条例，按算要提出大法官解说。若民进党执政的新德市是落实中央的政策，要求点头一定爱甲产地表示做好。来菜市买菜的民众，只要行到猪肉摊头前，拢会挑工去注意，敢有合格标章，摊贩嘛拢会主动摆出各式各样的证明，希望消费者会当放心买。检验，我觉得每一个小吃摊可能都会有困难吧，那但是尽量还是看他如果有一些证明的话，基本上你只能去相信。来买都会问问说你这个猪是不是美国来的？我说哪有可能的？每一头猪它都有一个身份证，因为它在拍卖，像这头猪是在新竹拍卖场拍卖的，它有拍卖的序号。新德市长林志坚一透早买来到市场关心，而且宣导安怎才会使买到安全的猪肉，搁在现场直接食猪肉制品。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市民食安来把关。那我们做3项工作来做食安的把关包括了这个产地的标示，加强溯源的管理，加强这个稽查的工作新德市这边是配合中央政策，不过另外一边，新德县是准备甲议会提出实现，同款是伫咧大新的生活款，面对中央政策，确实完全无共调。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迎接2021年，一阵爱唱水味的民众是伫台东绿岛的水底迎接新年到位。若为着要看新年头一逝日头光，嘛有侪民众是冲去台东的太麻里，阁有人坐伫飞行机顶伫空中看日头。若代替嘛有推出下年的观光列车，带民众感受咱台湾的水。陆上海底港埔岛头算台东绿岛的唱水跨年之美，互2021年一开始就甲别人无共。3、2、1，一阵爱唱水的人，伫2020年最后一刻唱到11.5公尺深，伫岛顶海尾游塘边啊，进行全台开启海陆联合跨年晚会，也展现绿岛唱水观光产业的软实力。希望明年度能够扩大举办，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共享。上周多灾多难的2020年，代替推出日出和平跨年小法团，并结合观光列车，带游客到台东看日头光。欢迎您搭乘明日号，在山海之间享受台东慢生活。不过，明日号第一班车2020年12月31暗时11:50，为南港站发车了后，列车煞出现故障，紧急排除了后已经严重慢分。2021年1月7日透早6点，总算到太麻里站慢70分钟，民众差1点就错过看日头出来的时间。来台东迎接2021年第一个日头光，太麻里的沙埔有民众半暝就来大埔旁。天气虽然寒，不过却是非常的热情。几乎每年都来。可惜因为天气无好，分站先过高，酒鬼暝依然看无日头光。不过换一心情，同款大家拢算甲是真欢喜。会不会失望没看到？不会啊，很开心。另外，有民众选择坐飞行机类出国，在空中迎接日出迄一瞬间的感动。觉得从一点点橘色到整个像一个蛋黄一样跑出来，觉得很感动。那今年因为没办法出去嘛，所以我们就选曙光班机。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跨年，民众选择为出国的专机，为桃园机场起飞了后，伫空中射台湾一练，为陆上到空中。疫情之下，约日头光的花招也真多，业者希望用活发观光，伫困难当中创造商机。记者综合报道。
新年头是一年全新的开始，当年伫即天嘛有元旦影的出世，有的是爸母挑工拣即天破百，有的是囡仔家己拣即天来即个人世间。不管安那，囡仔拢是代表希望，拢是好消息。伫新年第一天出世，这个囡仔口口食大声，面圆圆正古水。我就刚好跟玉展期差不多时间，想说新年新希望，就健康快乐长大就好。进去厂房可以真的了解到妈妈的辛苦，可以参与到小孩诞生出来那一刻，真的蛮值得纪念的。老婆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杨小姐第二体是破百生，因人第一遍入去产房陪伊参加规个生产的过程，也互伊真感谢看守辛苦的付出。对囡仔的祝福，只要会当平安健康，就是爸母上大希望。不过台湾最近这几年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降，2016年也有20万人。不过自从2017年开始，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率拢一直向下，到2020年11月底，只敢若14万7000多人。新生儿的出生率一直降，也反映出生育率降低的情形。那去年2020年那个我们台湾的生产率应该会是非常非常低，因为去年年中统计的时候，它的生产率还没有到8万，就是还比我们2019年还要低，所以应该是连续3年都是狂掉。要想办法看怎么鼓励，就是夫妻就是怀孕生孩子。伫咧2021年第一天，台安病院早起迎接2位元旦的阿姨啊，也有1个人等咧要生。因那国泰病院体系早起有6位阿兄出世，也有5个人等咧要生。不过，伫去年规年全世界受疫情的影响，民众较无出门。对民众来讲，是毋是会提升生囡仔意愿？也有数落来新生儿的出生率，大家拢正伫咧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中正大学为着要互来遮读册的大学生更加了解在地，有开一节课叫做民乡学，叫学生囡仔家己找题目，记录一寡要消失的技术，记录民乡的大细项代志。了后爱做报告，爱发表研究的成果，有关大学生甲民乡的关系。大学生利用假日到社区内底采访，了解地方的产业甲历史。经过一学期发表调查结果，有人设计杂志，嘛有人会晓用竹仔来制作衣的功夫。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跟地方做一个我认识这个地方做连结。咱住伫遮无一定知影所有的代志，爱逐咱画出来，互咱了解，搁逐咱宣传出去，广告咱的地方。伫咧嘉义民乡的中正大学，为要友近伫遮上课的学生甲在地乡民的关系，特别开办一门民乡学的课程，互学生家己来找主题，请乡民做因的老师。其实我家己在地民乡人，毋过我对民乡无遐了解，等到因外地来，佫比我较了解民乡。伊即马因学人也有遮伊会敢传出去啊。上课的学生表示，要采访青云人，一开始拢足惊歹势，但是过程一直到最后的结果，等到互因经过一捌民乡，改变过去了准民乡，敢若只有往来甲乌巴的印象。在过程当中，一个方面是认识更多的人，认识更多的文化，然后其实也会破除他们对乡村的刻板印象。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乡民其实是卧虎藏龙，他们有不同的记忆，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视野，所以对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或是对于台湾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协助学生的乡民指出，过去有时阵会认为大学生影响着将来的生活，但是透过民乡学的课程接受了后，嘛改变因对学生的看法。未来嘛希望照重学生的想法甲创意，互一寡传统产业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屏东，为着要推动屏东的咖啡产业，屏东县政府专工办理训练咖啡师的课程。有学员是尾啊，连美国的咖啡师的证照拢有摕到手，真正有够。
为着要推杀屏东的咖啡产业，屏东县政府举办咖啡师的训练课程。这摆总共48人次摕到结业证书，共有20人领到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的中阶证照，成绩是真好。迈入第5年的一个咖啡产业的培植，再从生产端，然后透过农改场的一些技术上的指导，如何在友善栽培有机耕作的当中，怎么样面对病虫害或气候的挑战。所以再从这个部分呢，就从生产端到整个烘焙晒豆，包括咖啡豆的一个精品的评鉴，甚至在冲煮。那这个呢，就是在提升我们竞争力。馆长潘明安表示讲，相信透过训练，通提升屏东产区的咖啡成果的品质。另外，县府也颁发2020屏东国产的精品咖啡豆得奖的奖项。摕到冠军的杜俊文是真拍拼要产出有在地风味的舞台咖啡。最主要想要做的是把在地的味道做出来，就是应该表现一个产地的风味。它就像舞台一样，要有山南的风味，要有山的味道，要有土的味道，这样我觉得就是好的咖啡。这摆活动特别提供今年得奖的庄园咖啡豆仔，和大家交流。县府希望透过咖啡师的课程，通对屏东的咖啡业者有帮助，而且凝聚因的心，互因发展屏东咖啡这个品牌的共识，做伙把屏东咖啡推广到全国，迈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按111学年度开始，中小学爱甲本土语言当作必修，但个师资是大问题，根本无够格。要安怎保护这？教育部当地想办法。国校内学生对老师念台语，为111学年度开始，唔但国校高中、高中嘛拢爱上本土语言课。台师大台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的吴延民，伫9月摕到教育部中等学校本土语言台语文的教师证，嘛是国内头一个中学专业的台语文教师。我的第一专长本来就是台语文，第二专长则是中文科，就是讲真幸运有拄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赶紧就加科。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本土语言教师是以全职为主，教育部嘛请培育师资的大学配合加开课程。即马时代做法是配合教育部方法。第一，他修教育专业26个学分，修完了后，伊一定爱有伊本土语言的迄个教育专门。所以这种学生吹了后去教册绝对无问题。以台语来讲，除了正统师资培训管道以外，教育部嘛透过一寡方法要来补足师资无够的问题。举例来讲，就是一般我们正式师培会培育的，就是他未来会持有闽南语教师证、合格教师证的老师，他会是专任的老师。那第二类的就是他是现在已经是老师，在职老师，但是他有中高级的闽南语认证。那第三类呢，就是他目前并没有教师证，但是他有闽南语的中高级的认证哦。那他就需要经过一些教学职能的培训。教育部说明，配合国教署调查目前各县市需求，规划3种人员会当先来进行本土语言的教课。伫聘用老师的时阵，会依照顺序，先以有台语教师证的为优先，第二是在职老师，最后则是教学支援人员。不过，针对支援人员当时退场，阁需要进一步讨论。记者苏晴、张若水台北报道。南半球的澳洲进前就国旗讲，对2021年元旦开始，也就是今仔日，因要把国歌的歌词改过来，加这因为咱少年所以自由，改做因为咱团结所以自由，表示对澳洲原住民的尊重。这是2020年1月2日伫雪梨港举办的澳洲国庆日晚会，这日子起源在1788年同一天，英国正式宣告甲澳大利亚纳做殖民地。澳洲的人唱100多年英国的国歌，然后在1984年才改做这阵大家熟悉的版本。2019
就是这句"阮少年离自由"，多年来引起当地原住民族不满。原住民认为，因在澳洲待了几啊千年以上，离各国各事强调少年，表示敢重视白人移民以后历史，对原住民族真无尊重。在当地首长带动之下，修改各国的歌词，真侪主流的民意，最终得到澳洲各族群、各政党的同意。Well, Happy New Year, Australia, for we are one and free. We live in a timeless land of ancient First Nations peoples, and we draw together the stories of more than 300 national ancestries and language groups. 澳洲总理莫里森指出，将少年离自由改做团结离自由，袂互澳洲有任何损失，反倒等下得到更加多，得到国家代表性修改一例。原住民族团体多数表示赞成，认为是迈向团结和谐的重要一步。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关心天气，来看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中部温度上低是9度，上悬22度。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23度。东部温度上低13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是7度到1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乡亲，咱做来去杜拜看宴会，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营养新闻。乡亲新年快乐，平安顺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